逢甲大学昨昏透早6点，伫咧屏东国科会火箭发射场发射头一支因开发的科学火箭，加做中部头一个踏入科学火箭研究的学校。第一遍试射因为氧化剂闸门机械动作的问题，无法度点火。逢甲大学团队修正了，搁试一遍。礼拜透早6点试射成功。这支全学校第一支单载混合式小型的科研火箭，在空中飞14秒，高度200公尺。验证我们的推进系统的设计，火箭引擎燃烧室，还有我们燃料跟氧化剂的匹配，然后火箭舰身结构，还有我们的电控系统、导航，还有遥测系统等等，就是作为未来全型火箭设计上的一个参考。试射成功，和逢甲大学成为中部第一个进入科研火箭领域的学校。计划主持人讲，这边主要是要试推进系统加电控系统等功能，动力只敢若全型火箭的1/3，不过背的高度加距离拢甲有高的同款。这款资料拢是未来全型火箭的参考。学弟们都有开始不一样的他们各自的技能，所以他们会能够在分我更分散的去执行起步的计划。国家太空中心讲，有政府支持，今年度启动立规火箭研制计划，委托学界执行科研火箭计划，希望培养更加侪人才，提升台湾太空技术的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